繼續來看國民黨的立委萬美玲的後生蘇廣陽，閣引發着爭議。有媒體人甲蘇廣陽甲前女朋友對話記錄顯出來，講有袂少侮辱甲恐嚇的字眼。另外，蘇廣陽進前已經宣布講放棄着國民黨的提名，也毋過伊最近也是繼續走行程拜票，看起來是決心要選到底。一張閣一張對話記錄也出，毋但有真濟歹聽話，其中閣有一句"你無值得放好好對待"。閣來看另外一張，我想要愛的你攏做袂到，我真看你無。除了這 PUA 內容部分，甚至閣有威脅、恐嚇的意思。啊，那這個信息，敢若就是來自國民黨立委萬美玲的後生蘇廣陽。蘇廣陽啊，他甚至是立法委員的兒子，他居然也霸凌他的前女友，感情上的不順利，竟然以死相逼之外，還把媽媽都拿出來講。蘇廣陽的爭議是一波閣一波，進前為着要甲賴平，才宣布要放棄國民黨提名市議員的選舉，今嘛閣互媒體人壓料，言語霸凌前女朋友。面對爭議閣再起，做老母的萬美玲無回應記者的提問，啊那通知基層的民代對這冇看法。內容這些對話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認為蘇廣陽應該出面說清楚。如果對話屬實，更應該向當事人好好道歉。既然要參選，就應該接受選民的檢驗，就應該正面回應爭議，而不是一直沉默、一直裝死。選舉啊是個人的權益啊，他現在已經放棄國民黨提名嘛，這是最新的進度嘛。那我們這個地方，因為當初是市黨部提名嘛。那我們也做了一個程序，就是撤銷他提名。那也撤銷提名，關鍵切合理。不過蘇廣陽敢若無要放棄年底的大選，因為最近伊原來接走基層，甚至競選衫閣有明顯國民黨的黨徽。落尾伊敢會用其他的身份選到底，受到各界關注。